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现在为你所进行单元是阿公来开讲。今日有缘邀请到西南法人真耶稣教会赖英武传道来咱节目中间，甲咱做来开讲，解说演义的智慧。赖传道你好。诸位亲爱朋友甲主持人愿恁平安。这个单元一开始呢，先要来请问赖传道，一句演义步叉步步叉，这什么意思？一步叉步步叉就是你甲咱讲有当时咱咧做一项代志，还是咧行一条路，咱的方向小可无正确去还是讲咱拄踏一步唔对啦，刷落去影响有够大。一步叉就步步叉，敢若讲你方向差一点点愈行就离迄个目标愈远。咱若一步踏唔对去，有当时煞无办法佫倒转来刷落去就拢唔好去所以做人有当时爱真谨慎，就是这款方向爱抓得对，目标爱抓得正确。做代志要做一步一步做，拢爱认真，爱谨慎小心，好好观察，绝对唔通随随便便，爱观前顾后啦所以才会一步差步步差啦。圣经这个马可福音主耶稣有安尼比如咧讲，准若是一只手，互你无办法去天国去永生，安尼你这只手莫低嘛要紧。一只脚若是互你袂当去天国去永生，那安尼这只脚莫低嘛要紧。免你讲规身躯拢好势好势，结果规身躯爱落地，甲袂当去天国。有人看着讲，哎哟，耶稣来讲这款话，叫人都爱剁脚剁手是无？耶稣若真意不是耶稣的意思是安尼啦，是你讲咱人活着日子难免有一寡缺点有当时爱犯一寡罪过。这种代志咱一定爱好好去检讨完成唔通一点会歹行为、歹习惯耽误咱的一生，安尼毋是足无彩、足可怜咯。所以讲咱人有啥物缺点、有啥物唔好恁拢爱赶紧甲除掉，才袂影响咱的将来，也袂影响咱一生久久长长的这个日子。圣经用这个比喻主耶稣是咧甲咱讲，因为迄个地壳的所在敢若有虫伫咬人，人袂死；敢若火伫烧人，人袂死，迄足痛苦的所在。你若为着一点仔做，影响你进天国，都爱去落地就是足枉费。所以人活着日子有啥物缺点，都爱好好甲改掉。圣经有真理，真理就是做咱人生的方向。神搁要写到咱的祈祷恳求，伊要搁赐咱神的圣灵。神的圣灵就是神的能力，神的生命，带咱内面，就当互咱赢过错误罪恶。咱来当慢慢改掉，了咱就完完全全进入天国，甲神带到底，咧何等福气！过来请问这个赖传道食牛看日后这句话什么意思？食牛看日后，食牛就是讲熟练的牛啦，我产伊工作较足熟练的牛啦。看日后，看伊所犁过田啦，犁有得啦无啦，这有可能。所以这句话是一种比喻尔啦讲熟练的牛会晓看伊所犁过这个田犁有得啦无唔知将这田犁好势工作做得完美。这是你讲做人啦咱做人实在就是爱做什么代志都爱做甲真熟练。熟练来，咱就知影观前顾后。过去做的好唔好，咱就爱检讨过去，测量未来，将来咱要安怎做较好。所以一个熟练的牛，伊会晓将这个田甲犁去足地足地咧。咱嘛是共款，咱也会晓观前顾后检讨过去，测量未来，咱就会当将咱该做事做得真好。圣经内面这个箴言14章第8节有咧写，讲一个通达人通达事理的人，伊的智慧就是明白家己的道路，就是讲找到伊当行的路啦。过去行什么路，对毋对爱修正咱将来爱行什么路伊拢会当了解。这就是通达事理的人所以咱爱做一个通达事理的人，会晓知影家己的路应该怎样行才是正确。圣经耶利米哀歌3章遐嘛咧甲咱讲一个人若是要见天顶的神伊就爱深深考察家己的行为，我是有资格见神无？我若犯罪，我若做一寡唔好的代志，对不起神我要安怎归向神？所以讲应当深深考察家己的行为，你再来归向神。应当诚心向天顶的神举手祈祷。所以咱信耶稣的人常常举手祈祷就是因为咱感觉讲，我会有资格甲神来讲话，甲神来沟通。我求神顶的神引带我的路，我过去有啥物毋对，我反省检讨悔改。
啊，我将来我要按照神的道理去做好，来行这个正道啊！啊，搁一个谚语安尼讲，一粒米百粒汗，这什么意思？哦，一粒米百粒汗吼，啊，当然咱即摆囡仔食好命吼，哦，爱食饭就食饭，爱食面就食面，爱食啥物就啥物吼，敢若真好势吼。其实啦，咱食饭安尼一粒饭米吼，遐做事人哦，用百粒汗啊去照顾，这除啊毋知是这遮水的这个米通互咱食。所以一粒米爱想到百粒汗，咱今日享受到一项物件，爱想到讲，哦，过去的人用偌侪心神，受过偌侪苦楚，经历偌侪失败，今日才有这个成果啊！哦，啊，所以圣经内面这有所书第6章嘛，咧甲咱讲，吼，讲你做后生查某囝，你都爱听从爸母哦，爱孝敬爸母哦，哦，安尼你就当得福气，佫会当长寿哦，啊，这是神互人第一条带着应许的概念。啊，这也是你甲咱讲，你做爸母偌尼辛苦，甲咱生出来吼，怀胎啊10个月，拄着生命，甲咱生出来，啊，怀胎期间那个病囝都受苦吼，啊，生咱的时阵吼，哦，安尼拼着所有的困难，啊，冒着生命危险，流偌济血，流偌济汗，才甲咱生出来吼，所以。做后生查某囝若袂晓感念这个爸母的恩典啊，爸母安尼啊，甲咱为细汉甲咱立到大汉啊，生咱啊养咱，互咱教育，互咱读好的学校，哦，用偌济心神，用偌济钱啊，甲咱栽培吼。是啊，所以一粒米百粒汗啊，咱就想到讲，咱今日有这款成就，爸母的功劳真大。天顶的真神看顾咱，啊，互咱的爸母健康。啊，会当好好来养育咱到今日，这是神真大的恩典，是爸母足大的恩情，这咱来常常记念在心啦。是，搁一个谚语讲，一粒头两粒大。哦，一粒头两粒大，我一粒头都遐大粒，还佫两粒大，变怎啊？贵气啊啦，麻烦啊啦，麻烦。哦，用头壳要来想，要来解决这个问题吼，好也无可能呢。哦，我直直想到头壳。一粒要安尼放到头两粒大啊，啊，佫无办法解决代志吼，所以人活着日子吼，当时啊拄着代志吼，实在是真歹解决，啊，互人吼真困难吼，一粒头两粒大吼，啊，但是圣经这个马太福音11章遐吼，主耶稣讲，我既然是劳苦担重担的人，我可以到我遮来，我就互恁得到安息，啊，因为我的担吼是真容易，我的担是真轻省，啊，这也是甲咱讲吼，咱今日。若是有啥物困难吼，人无办法解决的代志，咱到耶稣的面头前来，向伊祈祷恳求，因伊助咱啊，伊赐咱生命啊，伊掌管一切啊，伊无所不知、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啊，所以伊会当解决咱的困难。啊，所以圣经这个彼得前书第5章遐有伫讲啊，恁都爱将一切忧虑拢卸互神啊，因为天顶的神顾念恁，神实在真疼咱。咱作为亲爱朋友，咱是毋是爱来到耶稣的面前？用咱的心灵甲诚实敬拜伊，有啥物困难，咱向伊恳求，咱就当为伊得到福气。是是，所以今日真感谢大洋团队，甲咱讲了这4句的谚语：一步差，步步差，一牛看日后，一粒米百粒汗，一粒头两粒大。这4个谚语甲咱做伙互相来勉励。啊，今日主要是咧甲咱讲咱人活着日子吼，当时啊，咱爱观前顾后，检讨过去。啊，测量未来，会晓思想，咱今日有这款日子，过去的人，互咱的恩典是偌大，咱的父母的恩情是偌好，天顶的神是安怎看顾咱吼？啊，咱若拄着困难的时阵吼，就是爱靠天顶的神帮助，耶稣基督啊，要做你的帮助，做你随时的避难所。是，感谢大团队。啊，愿主耶稣甲恁同在，祝恁平安。是无希望，就孤单甲忧伤痛苦，无人通看顾。当个透早的天光，就替阮心肝，就替爸你亲嘴答应，要听阮祈祷。我归。
最大意，要听阮。